以賽亞書第44章，耶和華是獨一的神。我的僕人雅各，我所揀選的以色列啊，現在你當聽，造作你又從你出胎造就你，並要幫助你的耶和華如此說：我的僕人雅各，我所揀選的耶書崙啊，不要害怕，因為我要將水澆灌口渴的人，將河澆灌乾旱之地。我要將我的靈澆灌你的後裔，將我的福澆灌你的子孫，他們要發生在草中，像溪水旁的柳樹。這個要說：我是屬耶和華的；那個要以雅各的名自稱，又一個要親手寫歸耶和華的，並自稱為以色列。耶和華以色列的君，以色列的救贖主，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：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後的，除我以外再沒有真神。自從我設立古時的民，誰能像我宣告並且指明，又為自己陳說呢？讓他將未來的事和必成的事說明。你們不要恐懼，也不要害怕。我豈不是從上古就說明指示你們嗎？並且你們是我的見證。除我以外，豈有真神嗎？誠然沒有磐石，我不知道一個。虛無的偶像，製造雕刻偶像的盡都虛空，他們所喜悅的都無益處，他們的見證無所看見，無所知曉，他們便覺羞愧。誰製造神像，鑄造無益的偶像？看啊，他們的樹都必羞愧，工匠也不過是人，任他們聚會，任他們站立，都必懼怕，一同羞愧。鐵匠把鐵在火炭中燒熱，用錘打鐵器，用他有力的膀臂錘成。他飢餓而無力，不喝水而發倦。木匠拉線，用筆畫出樣子，用刨子刨成形狀，用圓尺畫了模樣，仿照人的體態造成人形，好住在房屋中。他砍伐香柏樹，又取柞樹和橡樹，在樹林中選定了一棵。他栽種松樹，得雨長楊。這樹人可用以燒火。他自己取些烤火，又燒着烤餅，而且做神像跪拜，做雕刻的偶像向他叩拜。他把一分燒在火中，把一分烤肉吃飽，自己烤火說：啊哈，我暖和了，我見火了。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，就是雕刻的偶像。他向這偶像俯伏叩拜，禱告他說：求你拯救我，因你是我的神。他們不知道，也不思想，因為耶和華閉住他們的眼，不能看見，塞住他們的心，不能明白。誰心裏也不醒悟，也沒有知識，沒有聰明，能說：我曾拿一分在火中燒了，在炭火上烤過餅，我也烤過肉吃。這剩下的，我豈要作可憎的物嗎？我豈可向木不止叩拜呢？他以灰為食，心中昏迷，使他偏邪。他不能自救，也不能說：我右手中豈不是有虛謊嗎？耶和華是創造主，也是救贖主。雅各，以色列啊，你是我的僕人，要紀念這些事。以色列啊，你是我的僕人，我造就你，必不忘記你。我塗抹了你的過犯，像厚雲消散；我塗抹了你的罪惡，如薄雲滅沒。你當歸向我，因我救贖了你。諸天啊，應當歌唱，因為耶和華造成這事。地的深處啊，應當歡呼，眾山應當發聲歌唱。樹林和其中所有的樹都當如此，因為耶和華救贖了雅各，並要因以色列榮耀自己。從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贖主，耶和華如此說：我耶和華是創造萬物的，是獨自鋪張諸天、鋪開大地的。誰與我同在呢？使說假話的兆頭失效，使占卜的癲狂，使智慧人退後，使他的知識變為愚拙，使我僕人的話語立定，我使者的謀算成就。論到耶路撒冷說，必有人居住；論到猶大的城邑說，必被建造。
其中的荒場，我也必興起。對深淵說：你乾了吧，我也要使你的江河乾涸。論塞魯士說：他是我的牧人，必成就我所喜悅的，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，發命立穩聖殿的根基。